當科學儀器第一次睇見更年期女性嘅大腦，所有人都沉默咗。原來嗰啲被誤解為情緒化嘅時刻，係大腦正經歷緊一場重構，唔係退化，係進化。2020年至2025年期間，波多黎各研究團隊追蹤數百位女性嘅腦部掃描，激素下降咗，每一個刻度都對應住灰質體積嘅微妙變化。呢個唔係衰退啦，係神經系統學緊一種全新嘅平衡啦。佢哋發現熱潮紅、情緒波動、記憶力改變，呢啲唔係失控，而係大腦咁適應一個全新嘅激素環境，係生理層面嘅深度重組。過去咧，我哋叫佢更年期症狀，但今日科學話俾我哋知，呢個係腦部結構嘅主動轉型。每一次荷爾蒙嘅波動，都對應住一次神經可塑性嘅重塑。喺身體咧，係用最深刻嘅方式為下一段生命做準備。我哋用咗幾十年將更年期定義為失去乜嘢，但係從未思考過呢個可能係身體用最深刻嘅方式為下一段生命做準備。呢場轉變呢，唔係終結，係重啟。真正嘅人民關懷唔係安慰女性事情總會過去，而係用科技話俾世界知，每一次激素波動都係生命用睇唔見嘅語言書寫尊嚴。咁女性咧，唔係被更年期影響啦，而係正在經歷一場只有自己身體先理解嘅革命㗎。而家咧，科學終於跟得上佢哋嘅步伐。我哋需要嘅唔係同情，係認知升級，係正視呢場重構，係尊重每個階段嘅生命節奏，識得食，識得住，識得尊重身體每一場轉變。我係 Fanny，下次再同大家探世界。